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卡新特别讲，民进党立委赖慧媛的论文将有可能是抄袭的。那准甲这个荒诞的内容提掉，重复的比例有到36%。赖慧媛表示讲，愿意甲这论文送去中正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，搁再审查一届，用专业的学术标准来回应政治取暖。 国民党北市议员徐卡新表示，民进党立委赖慧媛伫中正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论文涉嫌抄袭，已读访谈独立个内容了后，有36.8%会当找到重复资料。甲另外一名中正大学研究生搁参发的论文，真实度达到22%，已经记名向中正大学检举。 赖慧媛的论文移除访谈相关内容后，跟网络上去比对的话，总共有36.8%的内容是可以找到重复的资料。然后呢，跟高同学的论文有22%的内容相似度，那另外10%是来自于维基百科。所以说呢，基本上他就是抄袭了包含这个高参发的同学，以及抄袭了网络维基百科的资料，做出这一份的论文。那我想为了依照公信，那本人愿意将论文 再一次送到中正大学的学术伦理委员会，再一次的一个审查。我们用专业的一个学术论文的标准来回应徐议员的政治口水。赖慧媛表示，论文今年3月已经进行亲像度比对，亲像的所在只有19%，更加符合论文比对系统24%之内标准。那亲像度这个部分，多数是文献回顾、甲资料引用、甲抄袭无关系。 对此，徐卡新阁回击是赖慧媛将访谈独自个同齐比对，将亲像度纠结。如果赖清德的学伦条款是完整的，不是欺骗社会大众，那应该要立刻撤销对于赖慧媛的提名。我们尊重赖慧媛委员将论文送交中正大学学伦会审查的决定。 同时，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标准，以徐巧芯一样的标准来全面检视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的相关论文。民进党发言人刘志豪回应，尊重当事人将论文送到中正大学学伦会审查决定，也以同款的标准检视国民党候选人论文等记录。中正大学回应，收到检举案了后，会启动调查程序，声援相关权责单位，等事情完了后，搁召开学术伦理委员会做实质性的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到